成功国小18日举办玉山图书馆揭牌仪式，活动由玉山银行合唱团带来的《伊是咱的宝贝》为活动揭开序幕。市长委特指出，成功国小校舍历经多年的兴建过程，期间因为地下文化古迹资产丰富，需配合调查甲文书保存作业，造成工期延长。如今将伊全面启用，成为一间全新的老学校。现在，阁有了玉山图书馆的进驻，将会大幅提升学习环境品质，和学生拥有更加完善的活读资源。新的老学校需要新的图书馆，好，那所以谢谢玉山金控能够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图书设施来给我们的同学。那我相信同学在这个新的老学校也用这么多新的图书设施，一定有很好的学习成果。希望说这个图书馆要能够契合我们整个的赤坎文化园区，所以各位有看到，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学校的校史馆。把我们学校的校史跟图书馆做一个结合，也让小朋友在阅读的同时可以了解我们的历史。玉山200就坐落在2026的今天，所以台南400建成300，然后玉山200成就了成功100分。玉山银行董事长黄南洲表示，中西区成功国小是全国第200座里程碑。透过玉山银行黄金经济计划执行，由玉山志工基金会关注，持续在台湾各地区关建图书馆，并会提供视听设备以及册本、软硬体设施，改善国小活读环境，提升学童活读品质，甲活读风气。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